屬蛇嘅朋友啦，今年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啊，喺度咧預先恭喜你啊！因為今年咧終於都脫離咗上年蛇年犯太歲嘅影響嘅，而今年咧亦都係同太歲無沖無合啊，咁所以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穩定咗唔少嘅。假設屬蛇嘅朋友，你喺過去嘅蛇年咧曾經做過一啲喜事沖喜啊，例如結婚啊、添丁啊、買樓啊、創業啊呢一啲嘅話咧，咁今年咧個運勢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嘅。相反啦，咁可能你話我上年冇做任何嘅喜事嘅，咁可能上年亦都經歷咗好多啦，關於感情啊，或者可能住屋啊、工作啊，甚至乎健康方面唔同程度嘅變化，嚟到新一年啦，終於整體運程嚟講咧，亦都穩定咗唔少啊。咁至於今年啊，就係一個思想拓展嘅年份嚟嘅，因為今年咧亦都好需要你多啲去學習啊。成日都講咧，我哋咧就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啊，永遠知識咧就是力量啊。咁所以屬蛇嘅朋友咧，今年咧就特別有利一啲叫做升遷啦、考試啦，甚至乎學習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建議你咧，亦都可以好好地把握今年啊，去學習一啲咧同你工作相關嘅課程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增進多啲你嘅知識啊。六分吉星方面咧，咁就係代表住朝廷俸祿嘅意思啊。咁所以假設咧你從事嘅地方係啲大機構啊，或者係政府部門嘅話咧，咁今年咧亦都好容易升職加人工啊。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呢一個良機啦。咁至於空星方面咧，咁就見到啦，就係一個病符空星啦、蜜月空星啦。咁呢一啲空星嚟講咧，就係對於一啲嘅健康運方面咧，就特別不利啊。當中病符空星啦，咁就代表住啦，新一年咧就好容易有啲叫做小病啦、小恙啦，例如咧可能會有一啲叫傷風啊、感冒啊呢一啲嘅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咧喺度亦都建議啦，屬蛇嘅朋友啦，新一年咧就記得咧就多啲着重你嘅健康問題啊，就千祈咧就唔好啦，就係忽略健康噶。平時咧亦都可以服用一啲維他命 C 啦，或者咧可以服用一啲身體所需嘅維他命啊，亦都可以定時定候啦睇中醫調理身體咧，咁就自然令到你嘅健康運咧有所幫助噶啦。另外啦，亦都見到有一個叫做蜜月空星啊，蜜月空星咧就係一粒需要轉換新環境啦、適應新環境嘅星嚟嘅。咁可能啦，屬蛇嘅朋友啦，咁喺上年蛇年啦，咁由於可能犯太歲嘅影響咧，咁就令到你嘅工作方面咧，咁就係有所轉變啊。咁所以新一年嚟講咧，咁可能咧就會有個轉換工作啦，或者啲新環境啦，或者搬遷咗喺啲新地方嘅意思嘅。另外啦，亦都見到有望神空星啊，望神空星啦，咁就代表住啦，間唔中有少少大頭蝦，有少少唔記得嘢啊。咁去旅行嘅時候咧，咁亦都要特別着重一啲叫財物方面嘅安全管理意識啦。例如嘅，可能我去完一間餐廳啦，咁我就真係要望一望，到底咧我有冇留低個銀包啊？同時啦，出發之前咧，亦都可以買定一份旅遊保險啊，將你嘅風險咧轉嫁俾保險公司啊，咁就自然咧可以令到新一年咧咁就係事事順利啦。屬馬嘅朋友啦，嚟到馬年啦，咁你今年呢就係個食太歲嘅生肖嚟嘅，同時亦都係個刑太歲嘅生肖嚟嘅。因為今年地支啦就見到五五字刑啊，咁五五字刑咧咁就代表住啦，新一年啦好容易自尋煩惱啦，好多時候咧就好多嘢咧都自己諗唔通啊，人際關係方面咧亦都不過不失啊，好容易咧就係開口夾住你，好容易得罪咗其他人嘅意思啊。正所謂啦，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啊。咁喺犯太歲嘅年份咧，亦都建議啦，屬馬嘅朋友咧去做多啲喜事沖喜啊，例如係結婚啦、添丁啦、買樓啦、創業啦，甚至乎移民咧，呢一啲咧都係喜事嚟嘅。咁如果可以做到一啲嘅喜事嘅話咧，咁就自然咧可以幫新一年咧咁就成功沖喜噶。另外啦，咁吉星方面咧，咁今年咧就係見到有將星啊，將星咁就係一個叫做領導才能嘅星嚟嘅，同時亦都係代表住大將之才嘅意思啊。咁所以屬馬嘅朋友啦，假設你係從事一啲武職工作嘅，例如係我係做海關嘅，或者我做紀律部隊啊、消防隊嘅意思嘅話咧，咁新一年咧亦都好容易咧亦都升遷運啊。咁記住就好地把握啦。又或者我係從事管理層嘅話咧，咁新一年嚟講咧，你嘅領導能力咧亦都係會有所向上嘅。換言之，即係好容易升職加人工啊。同時啦，財運方面今年就見到有金貴吉星啊，金貴吉星顧名思義啦，咁就代表住新一年咧就有裝滿住錢嘅貴啊。咁所以屬馬嘅朋友咧，今年雖然你哋係犯太歲嘅生肖，不過咧你哋嘅工作運啦同埋財運方面咧，你哋嘅表現亦都相當理想嘅。空星方面啊，咁就見到有伏屍空星啦、劍鋒空星啦同埋太歲空星啊。咁呢三粒星啦，對於你嚟講咧，亦都係對於家宅運同埋健康運特別不利嘅星嚟嘅。咁所以喺度啦，亦都建議啦，屬馬嘅朋友咧，平時咧亦都可以佩戴翻你哋本命佛嘅密宗吊墜啊。咁就係大勢至菩薩啊。同時啦，過咗我哋2月4號立春嘅時間咧，亦都可以主動去啲相熟嘅廟宇啦，去攝太歲，咁就自然咧可以減輕犯太歲對你嘅影響嘅。同時去到農曆嘅5月啦，同埋農曆嘅11月啦，亦都可以主動去捐血同埋洗壓，咁就有助化解一啲血光之災啊。另外啦，提提你啦，屬馬嘅朋友咧，特別係揸車嘅朋友啊，去到農曆嘅5
5月同埋農曆嘅11月咧，咁就真係要小心一啲嘅交通嘅情況㗎。咁就一定咧就要遵守一啲嘅交通規則啊。同時新一年咧亦都唔建議啦屬馬嘅朋友參與一啲危險性比較高嘅活動啊，例如係一啲叫做機動遊戲啊，或者跳降落傘啊、跳笨豬跳啊呢一啲咧，亦都盡量避免啊。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有啲叫做唔好嘅事情發生嘅啦。除此以外啦，伏屍凶星咧都係一粒啦，對於長輩啦、家宅運特別不利嘅星嚟嘅。咁喺度亦都建議啦，屬馬嘅朋友可以主動咧為你屋企啦進行啲小型嘅裝修啦，甚至乎咧更換一啲嘅家具咧，都可以咧提升到你家宅嘅運勢嘅。假設屬馬嘅朋友，你係一個長期病患者，或者屋企嘅長輩係長期病患者嘅話咧，咁今年就必須要小心留意家中長輩或者係自身嘅健康狀況嘅。如果一有唔舒服咧，咁就即刻去睇醫生啊，千祈唔好諱疾忌醫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咧拖延咗個病情噶啦。屬羊嘅朋友啦，嚟到新一年啊，恭喜你啊！因為今年咧，你就係同一個太歲相合友好嘅生肖嚟嘅。因為今年咧就見到五味相合啊，咁亦都係代表住啦人際關係啦相當地唔錯啊。同時咧，亦都好容易得到貴人相助嘅意思嘅。咁所以屬羊嘅朋友咧，今年你就會發現，人際關係好咗好多喎。同時咧，亦都會多咗一啲嘅朋友啦，一齊邀請你合作或者理財投資做生意嘅。咁如果你睇清睇楚一啲叫做文件啊細則啊冇問題嘅話咧，亦都不妨一試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借住太歲嘅相合力量咧，從而令到你嘅財運啦或者事業運咧有所提升嘅。而今年啊就係多勞多得嘅年份嚟嘅，咁所以有付出咧，咁就一定有所收穫啊。整體嘅運勢嚟講咧，亦都尚算唔錯嘅，因為今年啦財星方面咁就見到有金魚吉星啊，金魚吉星咧亦都係一粒咧對於財運方面咧特別有利嘅星嚟嘅。當中無論係正財運抑或偏財運咧，亦都係有一個進步嘅意思啊。咁所以今年咧亦都可以咧少量投資一啲嘅有興趣嘅一啲叫做板塊啦，例如係可能我中意買股票嘅，咁亦都可以考慮一啲中長線嘅藍籌股啦。咁平時我中意少少投機嘅，或者我可能中意少少嘅賽馬或者六合彩咧，亦都可以買少少，以一個以小博大嘅方式，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獲得呢個意外之財啊！咁至於工作方面啊，咁今年咧就係見到有一個太陽吉星啊，太陽吉星啦，咁就係代表住一粒男性貴人星嚟嘅。咁所以假設屬羊嘅朋友，你從事嘅工作咧係同男性相關，例如係一啲嘅賽馬界啊、鐘錶界啊、音響界啊，或者男士服飾嘅界別等等嘅話咧，咁今年咧亦都好容易咧得到一個升職加人工嘅機會嘅。但你話我從事嘅工作未必係咧同男性相關嘅行業，但係我係男上司或者男老闆嘅話咧，咁今年咧亦都好容易咧得到佢哋咧對你嘅格外關注啊，同埋格外嘅照顧啊，睇下可唔可以藉此機會咧得到一個叫做升職加人工嘅方法啊。除此以外啦，吉星方面咧，亦都見到有天空吉星啊。咁天空吉星咧，亦都係一粒啦，對於一啲從事創作啦或者設計相關人士咧特別有利嘅星嚟嘅。因為咧天空星咧，亦都代表住天馬行空啊、創意滿滿嘅意思啊。咁所以新一年嚟講咧，屬羊嘅朋友咧，今年你嘅運勢啊，特別係工作同埋財運咧，亦都係唔錯嘅。咁至於空星方面啊，咁就見到有板安空星啊。咁板安呢粒星咧，其實又唔可以完全話係空星嚟嘅，因為板安咧亦都係代表住啦，容易一啲工作方面嘅變動、一啲嘅轉變嘅意思啊。咁所以今年既然同太歲相合啦，而整體嘅運勢又相當地唔錯啦，咁所以咧，假設你話我想喺馬年轉工得唔得啊？冇問題嘅，咁馬年亦都可以考慮一下轉工嘅喎。